钟情，麻烦放一下歌词。歌词放大。全版呢？全版。钟情那个字没办法全版吗？奇怪，歌词没办法全版。
兄弟姊妹平安。今日什么节日？母亲节。啊，对，母亲节，咱拢真欢喜，通来到圣殿遮游玩敬拜俄罗，游玩要伫咱敬拜中间，咱孝念咱的老母，无论你的老母还在世，还是已经离开，咱拢要纪念孝念。啊，特别老母还伫地的人，咱就孝顺老母，互伊啊，伫一世人拢有咱做儿。敬义的人，啊，儿世的人来伫遐孝顺伊，互伊得到圆满的疼，因为咱的一世人已经互咱介侪疼伫咱的心上。来，咱来串联圣诗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圣诗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第一节甲第4节就好。我的上帝，我的君王，你命我要永远尊重。主耶和华教伊怪之大，袂通测度，恩惠满满。第4节。你有恩惠，搁有怜悯，无快受起主爱无尽，是阮比一切受造，用心感谢，用嘴恶乐。咱过来看465首，456首，是嘞，456首，耶稣的手扶持我。啊，请恁会记得吼，看歌词的第2段有写一个和，啊，然后到第2破表的时阵，遐才是结束。所以咱每一节都拢唱到。正手边下面的头前，遐有一个 DC， 迄就是遐倒转去同头前的所在，爱搁唱2节，才是结束。第1节结束了，才搁去唱第2节、第3节拢共款。好，咱来试一遍，咱唱第1节甲第3节。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的乡间，人来那阴暗家我，我灵魂安宁。温柔听堂的声音，慰解我心幽闷。对阳光天堂降临，常常安慰是我。所的手扶持我，安稳的乡间，人爱那阴暗家我，我灵魂安宁。第3节，主是我心所欢喜，伊是向我最光，常常坚固心可以。亲像万世照伴，我着吞论点世间，听口暗过去，天光就欢喜我，日出接我就天，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的乡间。爱那阴暗家我，我灵魂安宁。请咱平安心来礼拜。
上帝啊，你的慈爱哪会遐尼宝贝啊？世间人美伫你的实果应用的，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物得到饱足，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伫你的光，阮要看见光。愿你常常施慈爱，互捌你的人，常常用你的公义施温，互心内正直的人。请咱来吟圣诗来学了上帝，请咱掀开圣诗47首。圣诗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请咱起立。请咱游玩徛伫，一碟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做信仰告白。使徒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今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要交托启应文，请咱掀开圣诗的后壁面。圣诗后壁面启应文第30篇。启应文第30篇。我来刻，请咱大家来应。智慧减无咧叫，长名敢无出声。伊伫路边原地的顶面，伫十字路口得徛，伫城门边，伫城门口，伫城出入的所在大声叫讲。众人啊，我叫恁，我世间人出声，讲戆直的人啊，恁着会晓得通达的理。愚妄的人啊，恁心内着明白。恁着听，因为我要讲极好的事。
我要开嘴论正直的事，伫耶和华造化的起头，直接起头创造的大声，我是伊所有。对永远对极起头，未有世界的大声，我已经受设立。袂有深渊，袂有淬淬水的水泉，已经生我。大山未定着，小山未有的大声，已经生我。耶和华也未创造大地甲田野，以及地上土粉的原则。伊建立这个天，设圆环伫深渊的顶面。顶面安置强冲，坚固深渊的水泉。甲海定着界限，互水盘过伊的命令。定着大地的根基，我甲伊立地。迄时我伫遐做师傅头，日日互伊欢喜，常常伫伊的面前快乐。伫通徛起一堆快乐，也甲世间人三角欢喜。恁遮的囝，打着听叹我，因为即首我的道路的就有福气。着听教示就得到智慧，毋通弃绝伊。听叹我，日日伫我的门口得等。伫我的门徛边听候的，去互人有福气。因为找着我的，就找着活命。也要对耶和华得到恩惠。得罪我的，是害家己的性命。怨恨我的，拢是家己处死。请咱同心来祈祷。宇宙的主宰，全能的爸，阮欢喜，因为阮属你；阮欢喜，因为知你听阮；阮欢喜，因为伫甲你交陪中间，知你甲阮三角之地。阮为着你所赐新的日子来欢喜快乐，为着头前的时间甲无限的愿望来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主，互阮肉体得到休困，伫暗暝经历你的保守甲看顾，平安歇伫你的膝下，是你的恩典，在阮心灵也需要安息，是你赐福气。互阮今仔日通坐伫即个所在来敬拜阿罗，感谢你。你互阮脱离无用骄吵的生活，心灵要伫你的内面得到安息，也要搁一摆重新得到快乐。感谢你伫阮生命中所做的一切，愿你伫阮的心中得到荣耀。主，你爱阮用真实。用心灵敬拜你，若无清气心肝，就无法度看见你。求圣灵的光照阮每一个人，互阮看见家己的欠缺，赦免阮阮目无看见的罪，无照你教示行的，害人的骄傲、怨妒、自私等等的罪。求主使阮有省察家己的智慧，你有赦免阮的恩典。阮若勇敢、诚实伫你面前认罪，你就要拄起阮的罪，互阮享受得罪，阮的罪得到赦免，自由的欢喜。听的主，伫这温柔的5月时，互阮通纪念老母，甲感谢老母的疼。阮感谢你，使阮伫世间有老母的照顾。愿在妈妈的心念伫子女的心上，甲因欢喜，甲因忧伤。老母用性命生养孩儿，因无限量的疼，接受子女所有一切的好甲歹，为子女担忧挂心，毋甘儿女受苦，用专心来照顾。感谢你，使阮老母成做阮一生的帮站。老母伫阮身边的，互阮会晓疼惜、疼痛伊、友好伊。老母离开阮的一点一滴，拢记伫阮的心内。阮常常想念，感谢老母对阮的温情。子女搁细汉的妈妈，求主互因有水的信仰。
互因有水的信仰来影响囝儿的心。求你纪念因的辛苦，互因坚强的心、喜乐的心，诚做虔诚疼主的母亲。求主赐福做老母的，互因活出喜乐圆满的生命，过满足健康的生活。你的恩典甲所有的母亲同在。敬拜的时是上介好的时，敬拜的时是灵得到养赐的时。我们会将你摆伫阮的心中，听你、看你、想你、仰望你。求主用仁爱接纳谦卑的人的祈求。求你的灵充满阮，管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得到鼓励，心火热。我们会尽心尽意听你敬拜你，互阮通诚侪你荣耀的见证。台湾早起的敬拜，要诚侪芳芳的祭献互你，愿主你甘纳。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学乐，新歌队要用摇篮的手带咱来学乐。将听上帝的话，请咱掀开圣经旧约圣经约书亚记24章。约书亚记24章
咱的周报后壁面嘛有，咱三角来看，请咱注意来听，我来读。约书亚记24章，咱要为13节看到18节。我想视恁的土地，毋是恁所着磨的，也想视恁城，毋是恁所起造的。恁就踮伫迄中间，讲毋是恁所栽种的葡萄树、葡萄园、橄榄园。恁得着食伊的果子，但恁着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服侍伊，将恁列祖伫大河迄边，甲伫埃及所服侍的上帝除去，来服侍耶和华。若是恁掠服侍耶和华做毋好，今仔日恁着经恁所要服侍的，看是恁列祖伫大河迄边所服侍遐个上帝，也是恁所徛起的地阿摩利人遐个上帝啊！论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百姓因讲，阮决断无意思要去使耶和华去服侍别个上帝，因为耶和华，阮的上帝捌带阮甲阮的列祖对埃及地做奴才的家出来，伫阮的目睭前行遐个大的神者，伫阮所行一切的路，所经过的各国，拢有保护阮。耶和华也伫阮的面前赶出拢总的百姓，赶出徛起即个所在阿摩利人，所以阮也要服侍耶和华，因为伊是阮的上帝。今早起，牧师要用选择的诗曲来勉励，选择的诗曲。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牧师祝福所有在座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搁一遍组织阮来教会敬拜阿罗你。今日阮也真欢喜，有阮社区的长辈乡亲做伙甲阮来敬拜。愿对你遐来的智慧、医治、安慰，临到阮在座每一个人。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一寡俗话安尼讲。娶了一个好某，较好赢三个天公祖。意思讲，厝有一个好某，比什么拢较好。有一个俗话讲，拣囝神拣来拣去，拣到拣到一个袂用用的啦。千金难买早知道，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人。这个俗话互咱知影，选择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咱嘛知影，上帝予咱每一个人有选择的自由。有人爱食咸的，有人爱食甜的，有人爱做歹，有人爱做好，有人爱行倒边，有人爱行正边。总是咱每一个人伫你的一生的中间，有真多的选择的机会。既然有选择的自由，咱嘛爱为咱的选择付出同款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选择伫咱每一个人，无管你是认捌耶稣的，还是毋捌认捌耶稣的，选择对咱每一个人拢是非常的困难。伫保罗人书第7章15节，保罗嘛讲：我无法度明白我家己所做，因为我爱做，我无去做；我无想要做，我颠倒去做。接续伫25节后壁面嘛安尼讲，也是安尼来看。我一方面用心思顺服上帝的律法，安尼我搁另外一方面，我顺服咱肉体法则。也是安尼看，咱人一生有真多的选择，其实毋是囡仔。咱选择要食甜食咸，要行正边倒边遮简单的问题。尤其当咱诚做基督徒、耶稣的门徒了后，咱每一遍的选择，拢好亲像是属灵，
甲属肉体的交战。我们每一次的选择，都是属肉体跟属灵的征战啊！这款属灵甲属肉体的征战，对创世纪咱的始祖亚当夏娃就开始有啊。而约书亚迄个时代，同款万捌停止过。约书亚24章是约书亚记上落尾的一章。约书亚记24章嘛记载，约书亚最后对以色列百姓所讲的话。经文讲，约书亚已经年老，约书亚伫迄阵已经120岁。有一句话这么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上帝救赎第一代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来到旷野，但是因真紧就袂记得上帝救赎的恩典，三心两意，因常常偏离上帝对因的旨意。直到第一代以色列百姓受上帝处罚，无法度进入迦南地，死伫旷野。因这款因为选择的错误造成的结果，互因第二代领袖约书亚有伫信仰的顶面，伫选择的顶面，伊有真深的体会。但是咱知影，咱人会失信，咱人会无信用，但是上帝袂啊！上帝永远的遵守，上帝出手，伊对伊的以色列祖先亚伯拉罕的应允，赏赐迦南地予因。但约书亚照上帝吩咐，将土地分予每一个支派。姊妹牧师顶礼拜讲道的第8讲，因伫应允的所在徛在啊。如今以色列这个民族，因一定伫迦南地徛在，真这大个国家。你今仔日的经文24章13节。咱来看旧部后壁面，牧师来读。我收拾恁的土地，毋是恁所雕磨的；我收拾恁的城，嘛毋是恁所起造的。恁就踮伫遐中间。我嘛毋是恁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恁得着食遐的果子。这段是咧讲啥物？迦南地的土地、城市、葡萄园。橄榄园，这个空大的、空这的果子，无一项是以色列的百姓啊起造雕磨的，嘛毋是因栽种的，这个拢是上帝予因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对一个家族四过漂流，经过真长的时间来迁徙，甚至征战。渐渐，如今有一个安稳徛起的所在，成做伊的对敌，真惊的大的国家。这一切拢是上帝白白赏赐予因的恩典。但是，咱人的本性真容易袂记上帝作为，我们常常视而不见。就是上帝恩典的事件，经过毋是真久的时间，咱嘛真紧就袂记的。牧师已经会记得21年前，正做基督徒，上帝救赎阮一家伙的恩典。阮若是无有上帝救赎，今仔日毋知影会正做是甚物款的人。约书记第24章，今仔日无伫咱的周报第1节到13节，上帝不断提起以色列百姓爱算数过去上帝救赎的恩典，因为当人袂记个恩典的时阵，人真容易陷入。目前我有的，拢是靠我家己的能力，靠我家己争取赚来。骄傲，互咱人失去判断的能力，失去咱人的理智。
接续经文24章14到15节，咱做伙来看。14节到15节，14节讲：但恁着敬畏耶和华，心心实意服侍伊，将你列做伫大河迄边，就是因较早亚伯拉罕因的故乡，也是因伫埃及的时阵所服侍的上帝，爱甲拄起来服侍耶和华。第15节讲，若是恁掠服侍耶和华做毋好，今仔日恁通有新的选择。恁是要选恁较早故乡遐的生命，还是恁出埃及遐的生命，还是恁即摆所行迦南地的生命？但是约书亚讲，论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如今耶和华约书亚将信仰的问题直接对因讲清楚，是非黑白讲清楚说明白，好甲歹，祝福甲咒诅，互以色列百姓来做选择，是要因原来故乡的迄个海的生命、迦南地的生命，还是埃及的生命，互因选择。咱知影，咱人因为内心罪恶的因素，一心两意，一心两意是咱的人性啊。我们常常又想要鱼与熊掌兼得啊。这款的人性完全展现伫宗教的顶面，每一款的生命拢会在拜，多多益善，有拜有保庇。因为心内安尼想，无共款的生命会提供无共款的帮衬甲价值互咱。约书亚当然知影人性的贪婪甲软弱，因为当初第一代以色列百姓，就是因为双脚踏双船，直到因的心头乱糟糟，因无法度专心致意来敬拜上帝，直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因失去性命。约书亚24节到15节，是互以色列百姓先歹决定，先歹做出先选择的时阵。因为伫迄阵的迦南地，因也有真侪人，你敬拜其他的偶像甲神明。无说你想，当约书亚讲出来这段话的时阵，下骹正百姓可能真安静，像咱即摆安尼。但是经文讲，这是约书亚大显伫正百姓的面前，伊家己做出选择。约书亚讲：你要怎样选择？你要选择做一个神明，我无要管。但是论到我甲我的家，阮决定要选择耶和华。约书亚伫遮的选择是一种信仰的告别。你要怎样选择，我无要管，但是我已经做出选择。约书亚的选择带出两种实质上的意义出来。第一，约书亚重新甲上帝立约。我靠的对象今仔有一个，伊一心一意今仔有一个，就是耶和华上帝。伊想要将性命交托给上帝，伊相信上帝。伊对来到我表里一致，我独就是要敬拜上帝。换一句话来讲，咱嘛在讲，这是一种对自我的忠心。本来我家己了做我是上帝，变做互上帝做上帝。这款的转变是违反咱的人性啊！咱每一个人，无管是基督徒，还是咱乡亲啊，咱去拜拜，咱同款。有时大部分咱拢把咱家己当作是上帝，当作是咧神明来去拜。因为牧师较早嘛是拜拜，你无听我的话，我在你求；你无听我的话，你有听我的话，我来还愿。咱这是违反人性。
当咱对自我中心变上帝的最中心的时阵，这款的是放手，咱放手是对上帝信心的展现，因为上帝是这个世间的创造者。第二，无为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人有人的责任，爱提出行动。有上帝，就无有其他的生命。爱甲其他的五常生命一刀两断。除掉，除去就是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离开歹的所在，去往好的迄边来行，完全来倚靠上帝。这款的改变好，亲像咱身躯有伤痕的时阵，我们身上有伤口的时候，被细菌感染了，那等于啊，伤口是什么？筋包纹啊，里面的伤口是烂掉，但是有一层皮啊，那要怎么办？你在外面再一直涂药，其实都没有用的。要怎么样？挖掉，要将外面那个皮拿起来，整个里面呢清去。安尼看有法度啦，恢复健康啊！有这句话安尼讲：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既然咱是上帝的子民，我们就要活出名副其实的身份。今日最后30个经文，16、19、18节，是百姓对约书亚的回答。18是因讲，阮决断无意思要弃杀耶和华去服侍别个上帝。第21世纪这个时代，虽然看各项拢咧进步，生活水准拢提悬。但是咱人的心却愈来愈复杂。伫到咱以前想袂到的代志，即摆拢咧发生。偷、抢、骗，人吃人的事件咧发生。另外，网络带来生活的顶面有真多的方便甲改变，但是嘛有带来真多歹的反应出来。伫到咱人内心这个善良的这个核心价值的迄部分，渐渐失落去。人自我中心的意识愈来愈强。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你为什么可以管我？但是内心就非常的空虚，反正需要有真多外在的财富、地位、名声。等等，来补足、满足咱内心深深心底内底迄个欠缺甲不安。但是实际上，咱人早就陷入咧黑暗的深陷的中间，唔知影如何是好。我们台湾会有那么多的心智科，叫心智科，不能讲精神疾病。心智科这么严重，就是咱心底人已经早就破病。我们要靠很多的药物、很多的外在来帮助我们。教会如今这个时代、这个世代，不是仅敬拜上帝的所在。咱教会嘛，爱诚做的这个世界，陷入黑暗中。引带人的光啊，引带人出黑暗入光明。圣学家潘霍华安尼讲过：，咱的教会只有为人类生存的时阵，教会才有存在的价值啦。在座兄弟姊妹，上帝互咱伫信仰的大家庭内底享受满满的祝福。但是咱嘛需要互咱的教会诚做是真正的教会，也是安尼，咱就要付出相对的代价。就是咱在座的兄弟姊妹，咱也去咱每一个人家己的实价。马太福音书16章24节安尼讲，迄时耶稣甲伊的学生讲：
人若爱缀我，就看无家己，也去伊的十字架来缀我。既然咱拢是无人来咧勉强，咱家己要缀耶稣的人，咱就爱以耶稣做中心。目前真侪教会拄着真重大的问题挑战，就是甲约书亚迄当时拄着的问题，其实是同款的。而咱的即个世代的偶像，佫特别多，毋是今仔咱咧摆迄个神明，有真侪财富、地位、网络、世俗价值观，诚做伊的偶像。这物件一项一项，你影响咱甲上帝的关系，并且这个魔鬼真厉害哦！伊厉害也未叫你离开教会，但是伊互咱选择，诚做一个三心两意、双脚踏双船的基督徒，会让我们成为一个半吊子的门徒。会互咱教会成为一个半吊子的教会。什么叫做半吊子的教会？就拿一趴火同款，安尼熄着。你说他要关掉，又关不来，但是拢光吗？拢袂用真光。这检测毋是咱目前有真侪教会的情形。有一句话叫做“温水煮青蛙”。当我们用温水煮青蛙的时候，这个上面这个青蛙它就没有警觉性，它不知道大祸临头。你甲互咱离教真侪教的信仰的顶面，咱的敬拜，咱无敬畏的心，咱的侍奉凊彩，咱的奉献。上帝予咱遮大的恩典，咱的奉献是偷工减料。咱对主的信心哪来哪减少？邀请你来委身服侍，看心情。在座的敬亲兄弟姊妹，咱的信仰的顶面，咱需要决定做出选择。就好想想今仔日的经文。约书亚伊做出伊的选择。约书亚讲：“轮到我甲我的家，阮决定要服侍耶和华。”以色列的百姓伊嘛做出选择，对因的领袖约书亚大声讲：“阮决断无意思要弃杀耶和华，去服侍别个上帝。”也是安尼，咱呢？我们呢？我们该如何做选择？跟对耶稣的路，就是一条行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虽然是一条牺牲的道路，但是这条牺牲的道路会帮助咱的人生的过程中间，我们会很专心，帮助咱拄起、主动。世间还会影响咱甲上帝关系的偶像，并且会带领咱经过咱生命中有真多的酸甘甜啊，甚至咱每一个人拢会拄到身躯病痛甲忧伤啊，甚至咱拢常常会听到人格的无常啊。什么叫做无常？就是事情的发生，我们人没办法控制，我们人没办法掌握。就是我们用世上的财富，用我们的能力，你都没办法去阻挡这个无常的事件的发生。但是只有咱选择跟对耶稣这条路人来行的人，最后一定会经历，原来是一个的道路。竟然是一条喜乐平安、强有远望的路啊！为什么？因为有上帝的同在，上帝为咱一世人的性命来征战。阿们。
今仔日这段经文听起来有较沉重，但是咱知影，伫约书亚迄个时代，伊嘛非常的沉重，对以色列百姓讲遐个话，是因上好的时阵，伊对因的提醒，因为因知影，同样的事情会一直又发生。今仔日是母亲节。咱非常的欢迎咱社区关怀祭典的乡亲来参加吼，伫咱的这边吼，牧师的倒手边遮吼。建成教会第一诚做真正的教会，咱建成教会嘛第一诚做社区的光甲盐，咱建成教会嘛第一诚做是宣教的教会。帮站毋是今仔咱社区，咱等的咱今仔。这边咱的母亲节的礼物，嘛诚做是宣教的教会等的同工会在咱分享。诚做安尼的教会是咱的选择。这10几年来，咱感谢咱教会支持，做兄弟姊妹的参与较奉献牺牲，真侪社区的长辈，咱145，因拢望。真早落来教会参加活动，因为因有真正来到教会有感受到迄个疼，迄个耶稣的疼，无条件完全的疼。咱袂要求因讲，我疼你，你爱有啥物回报互咱。今仔日因选择来参加母亲节的献诗，甲咱做伙来礼拜。这是对咱建成教会上大的鼓励甲支持。牧师代表教会来多谢恁来参加。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救赎全人类的恩典，赏赐世间人耶稣，为阮钉伫十字架顶，将阮的罪过除去，互阮有新的生命。但阮嘛有常常有阮的软弱。阮选择无该爱去选择的物件，愿耶稣的手常常来扶持阮正兄弟姊妹，互阮的安稳伫你的行程，过着得胜、平安、喜乐的生命。阮安尼同心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来吟回应诗，请献开信息456首。信息456首，耶稣的手扶持我，请咱起立吟全首。信息456首。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地一眼间，你爱那阴横着我，和我连温暖脸，温柔跳烫的笑颜，为感我心有梦，对眼的感动感应，熊熊的温习我。
请坐。这粒咱要准备心来奉献，请奉献的同工来服侍。请咱起立。请坐。这碟咱要为几项事来祈祷。宣传正信徒，万民该做师，请咱为咱家己读经祈祷，委身服侍，彼此相挺的心来祈祷。请咱为着愿主保守咱，紧紧跟对主耶稣，信心坚定。无动摇，一生一世掠侍奉耶和华最快乐。咱也为着咱的肢体、身体欠满的，现在咧调养的陈金子、刘慧英、陈王兰、洪甘之、陈明德、刘秋敏、陈丽水、胡艺梅、杜昭、庄宝玉、陈秀荣、赖胜雄、郭仁吉、陈义利、林以诺、朱小雷、洪英哲、孙兆正。以及即马咧福建的陈昭明、汪世军、刘慧忠、李碧莲、田园文子、林秀英、林美金来祈祷。咱也为着即马咧做标靶治疗的黄静茹、陈怡君来祈祷，为着脚踝关节的史凯华，咱为因来祈祷。愿主祝福台湾总统以及各级的政府首长有合神心意的智慧、甲计划，阁有能力去执行各项的政策。咱为咱的国家各项事来祈祷，请咱同心祈祷。
满满主爱主，你用完全的听阮，恳求主帮助阮。软弱的时会晓找你，欢喜的时会晓学乐你。所拄着代志，无论是好也是歹，拢感谢你。听阮的爸绝对无互阮有担袂起的担，所受一切也绝对袂空着我。求主坚固阮的心，对头到尾拢袂摇拽。愿阮正经义伫你面前所带祷甲求讨的，拢会通照你丰盛的主爱得到成就，照逐人的需要得到补助，领受你无穷尽的赏赐。求你将喜乐、感谢放伫阮逐人的心中，祝福阮每一人的家庭得到主的保守，拢平安。愿阮的祈祷受到主你的感纳。这点，阮也要用出你教阮的祈祷，安尼三甲祈祷讲：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正，伫对恁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今仔日是欢喜的日子，是温暖的日子。咱伫遮用母亲节感恩礼拜来庆祝母亲节。即点咱有社区、社区据点的妈妈、爸爸吼，要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是阿母的手，咱通注意来听，伊用真温暖、温柔的声，真有感情的歌声，要来献互大家，祝福大家妈妈快乐。
社区的妈妈甲大家讲，疼囝的心无理由。此时主日学学生要来献诗，妈妈的心，妈妈的目睭，要甲大家讲，妈妈，你伫我的心中是偌啊尼伟大，偌啊尼好。请主日学学生，伊要献的诗歌是妈妈的心，妈妈的目睭。上来上来。加油，唱大声一点。前面一点，前面一点，才不等下掉下去。前面一点，前面一点。小光加油，你歌声那么好听。荧幕光消一个。小心哦，站阶梯的小心哦，向后转的时候小心哦。一起来欣赏妈妈的心，妈妈的眼睛。特别的特效，特效，特效。啊，他不准没关系啊，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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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OK，OK，OK。
咱看囡仔咧献诗的时阵，我为顶悬看大家，哇，真水！大家面拢笑眯眯，然后手咧，足自然的就举起来，甲囡仔斗阵伫遐比，哦，足水的风景吼。小朋友是咱的希望，我妈妈在小朋友心里是最伟大的。好，过来，咱请青少年团体来献诗，因的诗歌是青少年团体家己做写词作曲，因的歌名是《做工的妈妈》，做工的妈妈，最工的妈妈。先测试一下。喂。那个麦克风请好。喂。测试一下。喂。手牵着手，一起走进蜜蜂园，听小蜜蜂在唱着嗡嗡嗡嗡。想不到你已经躲到我的身后，原来你也有孩子气的一面。美丽自信，温暖无比，成长的路有你在身旁守候，勇敢坚定，毫不畏惧。信仰的道路，你只要坚定往前走。圣经说，所以只是父亲喜欢没有人是父亲，数字是上万无尽有自无尽，天上有谁的勇气与梦，实在令人敬佩。常常唠叨我，叫我读书，叫我早睡，叫我吃早餐，这些我都懂得大道理。但我知道天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到你的道，就是到了一步偏离。就是我生命中唯一。在一起的每刻都是回忆，只要在你怀里，我就感到安心，和你一起前行。美丽自信，温暖无比，成长的路有你在身旁守候，勇敢坚定，毫不畏惧。信仰的道路，只要坚定往前走。每天早上叫我起床，叫我不要太晚回家，总是把我放在心上，就算我一直不听话。谢谢你陪伴我的成长，谢谢你成为我的太阳，不论将来遭遇低谷或风浪，你的手我永远不会放。是我生命中唯一。在一起的每刻都是回忆，只要在你怀里，我就感到安心，和你一起前行。我将要永远在你身边，在你身边永远守护着你。不管你在哪里，我只想要和你庆祝今天母亲节，庆祝今天母亲节，庆祝母亲节快乐！耶！社区的妈妈起来唱歌讲：我的囝，我疼你，无眠无日照顾你。我的囝，
我疼你是无理由。咱的主日学生幼儿起来献诗，伫因的目睭，妈妈拢是同伟大，拢是同水。伊讲妈妈是同水的，感谢上帝赐因好，搁疼因的妈妈。咱的青少年团体，即个年纪有一寡叛逆，毋过咧，因虽然嫌讲，哎呀，妈妈真唠叨，甲因细细念，毋过伫因的心中，妈妈还是最棒、最伟大的。妈妈在他们心里是一个永远的守护者。所以做一个妈妈实在是真无简单，真正是无简单。有当时囡仔嘛会甲你大声，咱的心会受伤。我是妈妈呢，你囡仔甲妈妈遮大声，毋过呢，一困咱就袂记哩即个伤害。所以妈妈的心真温柔，嘛真坚固啦所以做一个妈妈真正是无简单。咱感谢主，互咱有安尼疼的心来疼幼稚咱的逝世。今仔日咧是母亲节，咱举行母亲节的感恩礼拜。咱感谢社区即个妈妈甲爸爸来献诗，请咱起立，互咱大家甲因欢迎，谢谢小区据点的妈妈、敬会长老带领的那么感谢主日学生为咱献诗，谢谢你们。那么感谢青少年团体做遮尔水的诗歌、遮尔好的歌词来献诗，那么谢谢青少年团体。用诗歌来向咱所有的妈妈来感谢，愿主祝福，佮祝福每一个妈妈有信心佮智慧来教养儿童，教养囝儿来行正当的道路，佮帮助咱伫基督耶稣内面来省察家己对老母疼的回应。咱今仔日咧有特别准备一项礼物要送互妈妈，祝福妈妈母亲节快乐。咱请关怀部的东港余祥执事来报告。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咧母亲节的礼物阮想足久伫中即回是阮想讲这礼物爱较特别，互伊有意义啦。这届我们送的这礼物是那个司马县教会，他们在建堂，所以他们有义卖那个草莓酱，是他们亲手手工的草莓酱。然后我们一人一罐送给我们的母亲节。那我们在得到这礼物呢，不只是送给我们母亲，那让这礼物也帮助他们的教会做献堂的这个，做他们的司马县教会。然后我们现在那个司马县教会呢，他们有录一段影片给我们的建成教会，我们可以一起来欣赏一下。那我们在得到这礼物呢，不只是送给我们母亲，那让这礼物也帮助他们的教会做献堂的这个，做他们的司马县教会。然后我们现在那个司马县教会呢，他们有录一段影片给我们的建成教会，我们可以一起来欣赏一下。那我们在得到这礼物呢，不只是送给我们母亲，那让这礼物也帮助他们的教会做献堂的这个，做他。感谢上帝，那么这个机会，我们建成教会的这些长老执事，他们这样的奉献，就是来购买我们的产品。这个我们的产品就是我们为了我们的教会的侍奉，我们真正在准备要盖这个教会他们也用这个爱心来帮忙我们非常的高兴我相信上帝看到我们这样的也在努力的为了教会的侍奉，我们真的要感谢建成教会的每一位无论是牧师、长老、执事，我们也在这里特别感谢
谢谢建成教会赞。好，即条咱请新少年团队来将礼物送给咱的妈妈。请妈妈站起来，请妈妈站起来。那我们拿到礼物的时候呢，就可以坐下。这个草莓果酱其实是他们司马县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自己种的。好，草莓是自己种的，然后这个草莓他们就奉献给教会。那教会就包括他们刚才我们看到的影片里面，他们的牧师带着同工一起熬煮的果酱，从源头材料到成品都是自己 DIY， 三楼也有，全部都是弟兄姐妹努力奉献的成果。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这样子的一个草莓果酱送给每位妈妈，然后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礼物。当我们在吃这个草莓果酱的时候，也帮助，在这个同时，我们也帮助司马县教会他们在建堂的这个过程，我们也是非常的心里非常的会有感到很大的温暖哈。回去大家可以试试看。那这个草莓果酱呢，岳牧师自己有先买来试吃。它除了可以抹面包，它也可以泡气泡饮。就是你如果有气泡水，你可以把这个小孩子如果喜欢喝凉凉的夏天，就把这个草莓果酱弄一点调到气泡水里面，变成气泡饮来喝。它有很多种吃法，好，大家都可以去做很多的尝试。好，也谢谢今年关怀部为我们预备的这样子的一个礼物。牧师拄则讲道的时阵，拢会讲，有一句话安尼讲，哈，嘛有一句话安尼讲，礼轻情意重。虽然呢，伊真水，毋过伊无俗啦，吼。啊，搁有咱今仔日嘛做真有意义的代志。我想目前呢物资拢涨价，安尼的金额要买什么物件，真伤脑筋。啊，搁来牧师有提议，阮感觉真好。咱搁有礼物摕，搁有通享受，搁会当帮助弱小的教会，这实在真有意义。今天我们所有的妈妈都出了一份力，真的很棒哈。好，伫这母亲节的时阵，拄则大家咧献诗的时阵，我有一点我有非常大的感动，就妈妈的心，妈妈的手。我就想到较早，我去因今仔日唱歌有迄蜜蜂，我去互迄蜂叮着目睭即个所在，疼甲足疼咧，蜂叮着佫会肿起来，迄个时阵面真歪一边，就一直哭去找妈妈。妈妈的迄句话，迄阵我佫幼稚园迄句我拢想着，拢就真感动。妈妈甲我笨笨的，伊甲我笨笨的。讲呼呼的，呼呼的，笑笑的，呼呼咧，就是甲我懵懵的，笑笑的，甲我拍拍，安尼我就满足。呼呼的，笑笑的，你看，实在是感动。妈妈的手，妈妈的心，实在是互人感动。伊所做的一切，会感动，咱拢藏伫心内。阮妈妈所做的一切，咱拢感谢上帝。即条我来报告。头一点，拄则报告过，咱阁祝福所有在座的妈妈，母亲节快乐，逐工平安喜乐满足，上帝祝福咱大家。下主日就是5月21，总会所定着的玉山新行院的奉献主日，请咱为着原住民先校教育来关心奉献。下礼拜日下晡1点，教育部举办手工作文的制作。若要报名的，请咱到1楼来报名。活动的地点伫咱4楼的教室。5月27号拜六下晡4点半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注意。5月28日是圣灵降临节，要举办本年度第3摆的圣礼典，请要受洗，也是跟信礼的兄弟姊妹会当牧师来报名。
请咱所有的陪参会员会当准备咱家己的心，甲主来当坐祷。旧年度的奉献证明已经准备好势，请咱伫楼骹来摕。若找无的，会当干事来询问。团契消息，5月21日，琴瑟团契聚会，主题是夫妻默契的大考验。5月26日，双年团契聚会，主理是美玲会长，主题是桌游趣。好，咱请这2个团契来注意时间甲地点。奉献的部分，请咱注意来看。然后订单的，咱会计也是出来订正。以上报告，好，咱来吟煞要变的诗，圣诗515首，圣诗515首，吟诗煞来领受祝福，请起立。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甲扶持，愿咱每一遍的选择，拢会下主的心意，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It's
礼拜到即时，请咱默祷闭会。